今仔日早起，咱先赶紧来关心上新的消息。伫个昨昏暗时6点外的时阵，有民众伫咧金门的历史发现中国籍的渔船驶来甲离咱岸边敢若10公尺的所在。海巡署接到通报了后，是随去接。这只中国船一个看到顺风艇，就紧马向漳州的方向逃走。目前海巡署有特别驻伫几下的水协，要来加强处理。暗时海面黑暗暗。 有一台不明的渔船慢慢划过金门烈士沙溪堡附近的海峡，民众感觉怪怪，摕手机录影。有没有看到大陆渔船快要上岸了？剩不到10公尺。海巡署接到报案赶来现场，但警伫声警告，发现现场总共有2只中国籍的渔船，因过渔船正划岸边，无法度划过执法，所以就使小艇要去处理。 中国籍渔船就随走向漳州方向。现在距岸0.2海里啊，在岸际有2艘大陆渔船，因为水深太浅，我们现在只能云里广播。最近海边的风景较细，如果拄好是小金门附近海峡，乌鱼甲黄鳍这种高经济价值的鱼大量出现，海巡观察中国渔船有增加的情形，规工拢派2台顺风艇伫小金门南华甲北华防查，不过这2台也是闹交去，民众真生气，讲中国渔船掠鱼掠到要上花起来。 除了中国的渔船划过岸边，伫最近贵人外海的海底电缆，也敢若是和中国的挂牌船拖登去。中国即马对台湾附属地带侵扰的行动正接，海巡署讲已经掌握海峡情势变化，强化勤务部署，自13暗开始，伫金门、乌沙甲加防水南平，还有烈士有水协，加派军花多功能艇，高配合大艇，防查加处理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